在什么？你等待海浪到下路的错觉，我想飞到河头的边缘，这个雪地在自己找到过门。说自他风飘他走散，都是他也压了我的梦，到家的走到无人，正要烧到。我听到那个，我听到那个念那个原来学的不是？我听到在那个写那毛衣的古代那刀，一天到烧是那个，还在你们可以到口里看到那。我走。没了兄弟啊，那就啥不兄弟，这多少了？兄弟，那都旅游了。路途那么，我走到这边，但在手中带不了在什么？路途到海了，到下路的过去。我想飞，我想到了，这个视频在自己找到火花，